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 wing。知唔知道片頭嗰首係咩歌啊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打麻將請叫我雀仙，係咪都幾押韻呢？冇計啦，呢一場打第一名係要威啲嘅。你打我撒，你打我撒。好啦，咁就睇下我有幾威啦。碰隻，再入隻牌叫胡。入6萬就優化一下先。本來我冇得對㗎，我789啊。好，碰得靚喎，卡窿5筒叫胡500筒500萬，不是吧大哥？我啱叫胡你暗降5萬，係讓不讓我活啦 Hello 天啊，500萬絕晒，得個500筒。啊，500萬去邊度揾啊，大佬？陰公咯。係我唔想單調啊，講概率嘅吧麻雀。又係。哎呀，佢又嚟咗喎！我真係佢啫。好叻啊！明啦。OK。3萬，睇得兩步啊！我就啱啱500萬你冇㗎啦。好啦，嚟隻6萬，咁就叫對碰。下家即打6萬喎，咁我咪碰咯，碰咗佢飛紅中。我要食正張，因為正張翻倍先係最爽嘅。打出嚟啦！好，8筒冇人碰，實冇問題嘅。牌山裏邊一定有。即係黐線嘅真係。喂，唔好喎，又跳過我，俾隻500筒我冇喎，留翻隻啊。對死啊！我本身頭2尾㗎真係。OK， 5筒自摸，正張2隻馬 double， 8隻即係16隻，哇，500筒都好絕啊！有睇我上一集嘅都知道，我呢一日叫嘅牌真係都好絕。呢啲就係運氣咯。睇第2鋪，咁當然除咗運氣，都需要少少技術嘅。想提高打麻雀嘅技術，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馬將，裏面有各式各樣嘅家鄉麻雀。平時多啲練習，出去打咪戰無不勝咯。你睇第一張又入紅中啦，差一張就可以叫豪7啦。即講即到，你話勁唔勁抽？叫胡啦，而家就睇下打邊隻啦。最後決定叫6萬同8筒。OK， 你話旺成咩樣？即刻自摸啊！豪7，唔好意思，我都係第一次食豪7咋，所以要擺順啲牌俾佢哋睇。中9隻，第3鋪呢啲靚運，問你哋接唔接先？又係第一張牌又摸紅中，再入隻牌叫胡，問你哋點頂？咁多張揀嚟打㗎。OK， 入隻6萬，直接拖牌啦。我而家叫咩啊？所有童子都可以自摸啊。OK， 即叫即食。如果摸3筒我就飛，呢個唔飛咯。中6隻，點個關注再走啦。